英格蘭超級聯賽第30週嘅賽事啊，嗱，如果聽開我咧喺29週嘅時候咧，我真係慘啊！如果唔係咧攞咗曼城咧就嚟做膽咧，我應該咧就3條飛中晒。咁而家咧就攞咗曼城嚟做膽，咁另外咧只係中到最冷嗰條飛。條片出咗街之後咧，我同事即刻同我講，佢話：哎呀，喂，點解你攞曼城做膽啊？明知曼城咁唔穩陣，轉一轉啊嘛。跟住我聽完佢講之後，我心諗：哎呀，死啦！會唔會真係做錯嘢？點知真係賴嘢。咁好啦，我基金咧由最初100蚊起家，而家咧累積到329個8嘅啦。咁都係托賴嘅，咁同埋咧始終都係有少少運氣嘅成分。咁不過咧，我做個基金咧就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即係我計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嘅啫。因為咧，我唔想將件事咧好似講到空口講白話，話我自己有幾叻咁樣，即係又話高刀仔鋸大樹呢啲咧，我就唔中意嘅。我中意咧就 mark 低啊，貨真價實，贏就贏，輸就輸。我就唔係鼓吹大家咧去賭博嘅，我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係做投資。因為咧，我哋每做一個決定之前咧，係諗清楚，而我哋嘅決定同埋點樣去做咧，都係有個部署嘅。我上次買3條飛咧，其實你睇清楚啲啊，我第一條飛咧係做保本嘅，我諗住咧保本嗰條咧係最 easy 啲嘅，點知咧就斷咗曼城。不過好彩，我中翻條最冷嘅。之前咧唔知有冇啲人跟我買，如果有跟我買嗰啲咧，喂，留言話俾我知啊，睇下你哋啊有冇中到啊。咁同埋咧，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我每一場波咧都同以往一樣，未必講晒，但係咧我有啲文字版咧就擺咗個網站上邊嘅，裏邊咧會講除咗係用一個 fan space 即係球迷嘅角度去分析一場波之外咧，另外咧都會講一啲咧投注嘅角度去點樣咧去買嗰場波，同埋值唔值得去買嘅。同埋亦都咧有附設咗咧預計個賠率，咁當然個預計賠率啦同馬會一定有出入噶啦，咁大家咧起碼有個 idea 知道咧抵唔抵買先。咁好啦，講咗咁耐都係嗰句江湖規矩 ，CLS 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開波講波啦，第30週嘅賽事咧就喺香港時間啦，凌晨時間，週3、週4、週5晚上咧去進行嘅。唔好諗住咧過完個週中之後就冇波踢啊！週末咧繼續有波踢嘅。首先講啦，週3嘅凌晨啦，今個禮拜打頭陣嘅就係阿仙奴主場迎戰富咸。喺呢場波開賽之後嘅15分鐘，另外仲有一場波都非常之好睇嘅，就係森林主場迎戰曼聯啦。去到禮拜4嘅凌晨咧，焦點嘅賽事就係利物浦啦對住愛華頓一場咧墨西塞德郡嘅打比。去到星期5嘅凌晨，兩支咧傳統倫敦嘅球隊啊，車仔對熱刺。嗱，呢個禮拜週中開波時間咧，大約係凌晨2點9同埋3點鐘啊。咁我勸大家啦，放工翻嚟早啲瞓，2點9起身睇波，睇完之後咧就刷牙着衫翻工啦。首先咧就講星期3凌晨嘅賽事啊，阿仙奴咧喺主場迎戰富咸啊，咁希望咧可以收窄咧佢同利物浦之間嘅積分距離啊。呢場波咧對阿仙奴嚟講啦，應該就冇乜難度啊，因為佢哋咧過去31場喺英超主場對住富咸嘅比賽中，從未輸過嘅，係24勝7和。呢個係英格蘭足球歷史上咧一隊對另外一隊保持最長不敗紀錄嘅組合嚟嘅。即使富咸喺週末足總杯裏邊咧0-3主場輸咗俾水晶宮啦，最近嘅狀態咧仍然都係唔錯喎。佢哋最近4場英超作客比賽裏邊咧贏過3場，今季咧而喺倫敦打比裏邊咧亦都係贏咗4場仗嘅，只係差一場咧就能可以咧追平啊球會裏邊嘅最佳紀錄啦。咁當然啦，我哋咧就唔會睇好富咸有爆冷嘅機會啦，認為咧阿仙奴勝出咧有58%，富咸贏嘅咧只有17%啫。跟住咧就係狼隊對韋斯咸啊，狼隊喺主場裏邊咧迎戰韋斯咸，希望咧再進一步咧離開呢個降班區域嘅。喺國際賽之前咧，佢哋2-1擊敗修咸頓，目前咧就同降班嘅距離咧爭9分，並且喺最近6場比賽裏邊攞到10分，同之前12場累積嘅分數係相同嘅。韋斯咸過去9場咧對住狼隊喺聯賽中啊係贏咗7場，另外2場咧就係輸波。與此同時咧喺之前23次嘅交手裏邊咧都係得7場勝利嘅啫。嗱，呢場波咧我哋估計咧其實嘅距離咧非常之接近嘅。狼隊勝出45%，韋斯咸咧有30% 機會贏波嘅，和局咧就有25% 嘅。喺今個禮拜嘅賽事裏邊咧有2場波咧
計出嚟係和局機會最高嘅，其中一場呢，就係呢一場狼隊對韋斯咸。諾定咸森林啊，繼續為歐聯嘅資格呢，佢搏命啊！今個禮拜啊，主場迎戰曼聯呢，喺之前呢，喺足總杯4強裏邊呢，對住白禮頓啊，互射12碼晉級。森林喺過去8場聯賽比賽中咧保持不敗嘅，贏咗6場，2場咧就係和局嚟嘅。呢個記錄咧係反映出咧近期嘅狀態，因為咧佢而家贏咗6場2和啊嘛，係佢哋之前24場咧喺城市球場比賽裏邊咧勝數係相同嘅。單睇數字咧，森林個態咧絕對唔需要懷疑噶啦。曼聯咧喺上一輪咧3-0擊敗李斯特城之後咧，狀態咧有所回升嘅。並且咧有機會咧喺今季裏邊咧首次咧連勝英超比賽，紅魔咧係今季英超裏邊咧3支尚未連勝嘅球隊之一，另外2支咧就係葉士域治同埋修咸頓啦。咁就係講咗啦，如果講和嘅咧，今個禮拜最高機會咧就係呢一場啦。咁我哋預測咧呢一場曼聯勝出嘅機會有45%，森林勝30%，和咧有25%。般尼茅夫咧而家咧仲喺度消化緊佢哋係足總杯出局呢個咁嘅壞消息嘅。雖然係輸波之前，但係今次佢對住葉士域治咧，絕對係強勢嘅熱門啊！我哋預測咧佢勝出咧有50%，而咧葉士域治可以贏嘅只有30%啫。雙方最近8場咧係聯賽交手啦，自1989年3月以嚟啊，都係有入波㗎嚇，而且櫻桃啊，即係般尼茅夫咧，已經咧連續11次咧對住葉士域治裏邊咧取得入球嘅。葉士域治咧係最近9場聯賽中咧輸咗8場1和嘅，包括咧連敗4場啊。但係咧呢個賽季裏邊咧，佢有59% 積分咧係來自客場嘅，佢 total 攞咗咧17分，有10分咧係嚟自作客嘅，係聯賽裏邊咧最高嘅比例嘅。我之前咧有同大家講，今季英超裏邊咧最幸運嗰隊球隊咧就係阿斯頓維拉。喺歐聯咧之前咧對住弱旅布魯日嘅，跟住咧啱啱個足總杯裏邊咧又對住普雷斯頓。相反啊，白禮頓咧喺今個禮拜裏邊咧就未能晉身呢個足總杯4強啊，但係阿斯頓維拉就擊敗咗普雷斯頓啦，咁就可以晉身呢個足總杯4強啊。咁另外咧佢亦都係歐聯8強裏邊準備迎戰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啊。艾馬尼嘅球隊咧，目前咧就非常之頻能啦，仲要咧爭緊呢個歐聯啊出年嘅席位。白禮頓咧應該係對維拉嚟講咧形成一個挑戰嘅。維拉咧希望咧喺呢個賽季裏邊咧攞得咧2連勝，再次咧喺聯賽取得咧連續客場嘅勝利嘅。咁目前嚟講咧，白禮頓啦喺美國運動球場，即係自己嘅主場裏邊咧，已經取得3連勝嘅聯賽紀錄啊！如果咧再下一城咧，就將創下咧英超時代裏邊最佳主場連勝嘅紀錄。咁呢一場咧就白禮頓獲勝機會咧45%，維拉咧勝出只有22%，和局33%。曼城嘅名將坎布靚啊，夏蘭特啊，雖然咧係錯失咗12碼，但係曼城喺周日咧2-1逆轉勝呢個般尼茅夫，連續7屆咧晉身呢個足總4強啦。嗱，雖然呢個成就咧確實都幾把炮嘅，但係咧哥迪奧拿相信咧都要瞄翻住個聯賽成績啦。如果唔係咧，出年有冇得踢歐聯咧，都係未知數嘅。今場咧就有人幫佢啦，就係李斯特城啊。車仔咧係佢呢場比賽之後嘅第一日咧，就對住熱刺啊嘛。曼城咧亦都會瞄住呢一場嚟砌，因為咧如果車仔有乜出事咧，佢亦都可以有機會上翻第4。曼城咧過去10場聯賽賽事裏邊咧對住李斯特城咧係贏咗9場嘅，其中咧最近6場裏邊嘅全勝，總比數咧係15-4嘅。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啦，我哋嘅即係分析裏邊點解佢會有70% 勝出率，而李斯特城咧只有15%。今個星期10場賽事裏邊咧勝出率最高嘅就係呢一場曼城。咁英超咧另一隊威威豬咧就係呢個紐卡素啦。咁啲人咧成日就話佢70年未捧過杯，其實咧佢係70年未贏過本土英國嘅杯賽。佢喺咧05-06年嘅賽季裏邊咧係捧過圖圖杯嘅。咁我相信咧紐卡素咧應該就想食住個勢啊，係爭呢個咧來季歐聯嘅席位啊。今次嘅對手咧就係賓福特啊，賓福特就係上個禮拜咧救我一命嗰隊啦。
咁喜鵲咧目前咧落後前4咧爭2分嘅，最近13場聯賽比賽咁贏咗9場，輸4場啊。相比季初咧15場比賽裏邊咧5勝5和5負啊，明顯啊就越嚟越有態，越嚟越好啦打得。佢哋咧將迎戰咧近期作客狀態火熱嘅賓福特啊。湯馬士法蘭克咧率領嘅球隊咧英超客場咧連勝5場噶啦，係2024-2025年賽季至今啊最長嘅作客連勝紀錄。英超歷史上只有一支球隊啊喺排名前10以外嘅情況之下咧達到咧喺客場連勝6場嘅，嗰隊咧就係2020年啊12月至到2021年5月嘅阿仙奴創下紀錄。今次咧，我哋相信咧紐卡素亦都可以延續呢個咁好嘅狀態。我哋預計佢勝出率咧有60%，而賓福特作客咧勝出率只有25%。水晶宮喺足總杯裏邊咧3-0擊敗富咸晉級呢個足總杯4強啊！今次咧就作客面對住英超榜尾嘅修咸頓。水晶宮近期狀態非常之 good fit， 喺英超取得3連勝啊！佢哋上一次咧喺聯賽中4連勝，你數到2020年2月至6月啊，當其時咧就由學神去帶領嘅狼隊喺聯賽作客咧已經有9場不敗噶啦，之前咧就係6勝3和，目前咧距離隊中嘅作客歷史最長不敗紀錄10場啊，即係爭1場嘅啫。今次我哋預計咧水晶宮嘅勝出率咧有55%，而修咸頓咧只有20% 嘅啫。跟住我哋要講咧就係墨西塞德郡嘅打比啊，利物浦主場迎戰愛華頓啊。2月嘅時候咧喺哥迪遜公園首回合比賽，雙方激戰2-2平手啊。當其時咧就係莫天才咧回歸呢個愛華頓嘅。當時係由詹士達高斯基咧喺補時階段咧幫愛華頓咧攀平紀錄。呢一球咧對於愛華頓嚟講咧就非常之值得去紀念啦，因為咧呢一球波就係哥迪遜公園咧最後一場嘅打比賽。愛華頓咧上一次喺單季賽事裏邊咧2戰利物浦不敗咧，數到去2020至2021嘅賽季，當其時咧佢哋最後一次咧就喺晏菲路度取勝添嘅。利物浦自從嗰次之後咧3次英超主場對住愛華頓咧都係以2-0獲勝嘅。如果咧今次咧可以再下一城贏波的話咧，紅軍將迎接佢哋歷史上第100場嘅打比勝利。喺今個世紀裏邊咧，拖肥喺2020至2021年嗰個賽季咧，憑住閉門作賽2-0咧就係贏過一次咧地區嘅打比嘅啫。一直收埋愛華頓本說明書嘅莫耶斯咧，其實咧喺19場英超作客利物浦嘅打比中咧都未嘗一勝嘅。嗱，記住其實咧莫耶斯本說明書除咗喺晏菲路失效之外咧，喺史丹福橋咧都未試過贏過車路士嘅。所以咧，我哋今場嘅預測咧，利物浦勝出有60%，莫耶斯嘅愛華頓咧只有15% 嘅啫。好啦，去到星期5最後一場嘅大戰啦，就係史丹福橋車仔主場迎戰佢哋嘅死敵熱刺。喺國際賽之前咧，車仔咧輸咗俾阿仙奴啦，就0-1落敗目前咧勉勉強強咧就可以攞住最後一席嘅歐聯位置啊。咁熱刺咧排緊第14位，落後咧藍軍即係車仔咧15分。咁如果咧計過往嘅歷史嚟講咧，咁呢場波咧絕對好睇噶啦。喺去年12月比賽裏邊咧，車路士作客熱刺4-3險勝嘅嗰場波。果然咧好波留到最尾，咁我哋預測呢場波車仔勝出率55%，熱刺18%，和27%。好啦，又到我出場啦喂！今個禮拜咧有一場波就係膽嚟嘅，就係水晶宮。喺英超咧最近10場賽事裏邊咧勝出率最高嗰隊波咧就係利物浦，第二咧就係水晶宮。佢同利物浦一樣咧有70% 勝出率，即係過去10場嘅波裏邊咧，佢哋係贏咗7場啊。點解第二呢？因為利物浦咧係未輸過波，而水晶宮係輸咗2場，和1場嘅啫。雖然今次咧水晶宮係作客，但係對住嘅對手咧係修咸頓，所以咧呢場一定係膽。咁最近10場勝出率咧，第3嗰隊咧就係白禮頓，6勝2和就2負嘅。喺10場波裏邊咧，佢攞咗20分添。咁如果瞄白禮頓咧，咁啊順手瞄埋佢個對手係邊個咧？就係阿斯頓維拉啊嘛。咁阿斯頓維拉原來咧佢嘅勝出率咧係只有40% 嘅啫，係排緊咧第11位嘅，只係咧高過曼聯咧1分。
最近10場嘅比賽裏邊呢，佢係攞到16分，而曼聯呢係攞到15分嘅。咁另外有一隊呢，喺最近10場嘅表現裏邊呢，都非常之好啊！佢喺最近呢10場嘅賽事裏邊呢，勝出率呢有60%。佢最勁嘅地方就係呢，佢係冇和局嘅，6勝4負。呢隊呢就係紐卡素。我做呢個 channel 之前呢，我都一直喺度呢，即係 collect 緊一啲嘅 data 嘅。我記得呢，舊年啊，紐卡素呢喺3、4月之後呢，一直殺落去呢，係咁贏波嘅。嗱，今季會唔會呢？我覺得都會喎，因為呢，我認為紐卡素呢，佢贏波同輸波呢，好容易睇嘅。如果呢係聖誕節呢啲最凍嘅時間呢，喺英國呢，即係日照時間好短噶嘛，加上又寒冷，佢係去得遠喎，佢下下呢3幾個鐘頭車呢。如果打早場主場嘅，佢贏機會呢好高嘅。咁但係相反呢，佢打夜場作客呢，咁啊瀨嘢啦，佢多數都輸波嘅。點解3、4月會贏波呢？我估計呢，因為日照時間長咗啊。而家呢，喺英國呢7、8點、7點零鐘呢應該都未天黑嘅。咁同埋又暖咗，咁所以呢，佢對波呢喺3、4月開始呢特別醒神嘅。所以呢，紐卡素呢係受地理嘅限制嘅。咁跟住呢，就望下啲弱旅嚟買下先啦。咁首先就係李斯特城啦。咁其實呢，買曼城呢，雖然佢就唔係好穩定，咁但係呢，佢喺呢個禮拜呢，主場勝出呢，最高嗰隊呢就係佢嚟嘅。咁但係真係望埋個賠率之後呢，好唔開胃算啦。國愛啊，唔係國愛曼城啊，係國愛李斯特城嘅。咁跟住呢，就再望埋啦，葉士域治。咁佢嘅對家呢，就係班尼茅夫，喂，都好似 OK 咁喎。咁如果咁樣睇落去呢，就應該係班尼茅夫啦、白禮頓、紐卡素、水晶宮4場波。咁好啦，如果我自己嘅意思呢，我就會點買呢？水晶宮做膽，班尼茅夫射紐卡素3-1 win 過關。跟住呢，另外一條飛，水晶宮班尼茅夫做膽，跟住呢，就射白禮頓過關。跟住再補多條4-1，就係班尼茅夫、白禮頓、紐卡素、水晶宮。咁由於呢，我基金呢真係進帳得幾鬼快喎，咁所以呢，我今次呢就每條飛買30蚊。咁希望呢就可以順順利利過關成功啊！咁好啦，今集呢就講到呢度先。咁如果呢想睇下其他嘅場次呢，我點樣去投資呢？咁你可以呢上翻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嘅。咁裏邊呢有啲細節，大家可以參詳一下。關於啲改動呢，我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聽，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見嘅。咁另外啦，當然可以留言同我傾一波啦，講下呢幾場嘅賽事，大家嘅睇法點樣嘅。好啦，今集呢就講到呢度先。咁希望大家呢中意，大家可以歡迎留言同我傾下波啊！臨走前記得 CLS 未 subscribe 記得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仔。下次再見，拜拜。